400萬，江門1000萬級嘅標杆項目，呢度係江門最豪大平層天魚灣，位於潮頭中央公園嘅湖面上，擁有江門獨一無二嘅3面環江視野，真正實現戶戶有江景。你睇下，連沙盤都有埋水景嘅，到底係點樣？跟我鏡頭為你揭秘。睇下呢個入戶前廳，你嘅客人嚟到第一感覺都係嘆為觀止啊！6.8米嘅挑高複式，加上呢一個 IMAX 嘅環幕景觀，270度嘅景觀就好似框入你屋企一樣。出去睇下呢個景觀，36方嘅 L 型長陽台，你睇下呢個景觀，江景巨幕盡在你面前。呢一個空間你可以用嚟飲茶、健身，反正隨你利用。所有嘅4.0露台喺佢面前都係弟弟啊！咁樣嘅露台仲有一個啊，過去睇下。第二個陽台都有31個方，嗰邊嘅陽台望江景，呢邊嘅陽台望晒整個小區園林，270度完全無遮擋，436方一梯一戶，無論由入戶大堂到呢個中空複式，再到呢個江景面，所有都可以俾到你獨一無二嘅尊貴感。如果我身處喺專櫃，你應該都會相信呢一個只係主外邊嘅衣帽間。再睇下我哋嘅衛生間，雙淋浴盆、雙淋浴間同埋浴缸都可以俾到你。超80方嘅主臥空間，無論你係辦公定係獨處，呢個空間都可以俾到你。睇下你嘅休息區，呢度放住嘅已經係2米嘅大床啦，一啲都唔會顯得逼狹。重中之重就係呢一個思鄉嘅陽台啦。坐喺呢一度放上一杯紅酒嘅話，望住呢個景觀，你都冇話唔寫意。項目在售嘅一共有3個戶型，236、286同埋436，每一個戶型都係1字樓嘅4.0產品，都可以俾到你江景嘅震撼。不止新藝豪，整個園林擁有5萬平方米，擁有4000方嘅高定會所。靜區嘅話，擁有家宴廳、棋牌室、閱讀室，還有老年活動區；而動區嘅話，有 KTV 室、乒乓球室、籃球場、健身房、瑜伽室，還有台球室。社交休閒，連車都唔使開，喺自己嘅小區就可以解決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揾我攞詳細資料啊！關注師帶你了解更多房產思維。